花西在地新闻，好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气象局早起针对着大台北地区、甲花莲、嘉义、台南等6个县市来发布着高温达到36度的黄色的灯号。下晡因为大气对流的旺盛，有不少所在开始来拼这个雷公雨。气象局讲，明仔载了后到拜四，这个过道的雷阵雨的范围就会来减少。 日头实在是太美了啊！出外就爱行雨伞，行到一半可能还阁停落来，啉一下水咧。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，透早台北的温度已经有34度，嘉义、台南、花莲拢总有6个县市。气象局嘛提醒讲，拢有36度的高温，但是中昼过了后，雨伞嘛是爱炸。 因为可能会落大雨，其中在比较靠近内陆或者是像盆地、纵谷这些地方，局部的高温还会出现36度以上。午后雷阵雨的范围，今天主要是以各地的山区和中部以北、东北部靠近山区的平地也有一些机会。气象局讲，虽然讲下晡的雨势未比昨更较大，但是中部以北、东北部还有山区嘛是会破雨，但是时间未伤长。尤其是台北地区、宜兰、花莲，可能部分地区会落大雨。 亲像这款的天气，搁过几天就会较好啊。那明天之后到星期四，午后雷阵雨的范围就更为减少。星期五之后到星期天，随着锋面系统逐渐接近到台湾的北方的海面，中南部地区不定时会有一些局部性的短暂阵雨或雷雨。气象局讲，礼拜这波方面到底会影响台湾未？目前还无法度确定，所以该提醒一下，礼拜时阵若是要外出，天气拢还是真热，上好是无法滴咧，还是讲雨伞夹咧。另外就是爱补充水分，才袂掉山。